其實有咩因素令到男人不育嘅呢？我點先可以評估自己嘅生育能力㗎？當男士嘅精子製造同運送過程之中出現咗問題，咁會影響到精子嘅數量同埋質素，繼而影響女士受孕嘅機會。而男性不育嘅最主要原因係睾丸出現問題，令精子製造功能衰竭，同埋造成染色體嘅異常。至於壓力、吸煙、酗酒及環境污染，都會增加不育嘅風險。若果要評估自己嘅生育能力，最簡單嘅方法係做精液分析。驗精前3至5天應停止行房，將精液收集喺診所提供嘅器皿裡面，將樣本保持體溫嘅範圍，於2小時內送返去化驗室。以下嘅圖表就係世界衛生組織喺2010年修訂嘅正常精子數據。精子嘅數量需要達1.5毫升或以上，密度就要每毫升超過1500萬。精子嘅活動力要有超過32%係屬於活躍。至於精子嘅形態，就要有4%或以上係屬於正常嘅。